所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全台湾的水气较高，透早5点多时，玉山已经咧落雪。不过，为暗时开始，这东北季风会渐渐变强，北部的天气会转湿冷，中南部是早暗的温差较大，都要特别注意。气象署嘛提醒讲，为后礼拜开始会阁有2波东北季风到位，上寒是可能敢若剩14度。雪一直落来，地面甲树瓦拢一层白雪，亲像金色世界。玉山北风20透早5:45开始落雪，到早起10点外，积雪差不多有1.5公分左右。气象署表示，受南风混合影响，全台水汽较济，中部以北3500公尺以上的悬山有零散落雪机会。今天的话，在中部以北，还有东北部、东部3500公尺高山，今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结冰或者是一些零星下雪的现象。暗过中昼过后，南风混合离开，各地落雨东河，到暗时东北季风豆豆增强，北台湾落雨几率各提悬，气温也偏凉。中南部是日夜温差大，下礼拜2、3东北季风小可减弱，暗过下礼拜3、4各一波东北季风到位，强度比前一波较强。气象署有估计过，夜淡季低温可能有14度。都会区这边大概就是16度上下为主，那可能比较空旷地区不排除可能温度还在更低个1到2度。气象署提醒，下礼拜有2波东北季风连续到位，这方面的大台北甲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顺雨，也较凉冷。平常出外时阵爱扎雨伞，也爱穿雨袖。东北部沿海甲恒春沿海爱注意有长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